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文创一只词，也多年来忙于实行，甚至本人感觉讲用太过多诶。国家上产业两只词有加个复杂啵，免难免为本人唔好嘅感觉。因正做嘛爱做，目的系嘛嘅用用嚟嘅方式来做，如果影响到结果。唔过也未说明呢，假使发扬菜地文化同发展经济如古味道，系几多人嘅理想。新竹县竹东文创艺术村本来系台铁表亚嘅汉嘅旧宿舍，去年嘅县政府为爱营运管理，去年底正式开幕。唔单止2年为办实习，平常时咪有店家为固定提价，再咪有语文器械，地方方面加个快乐嘅，许多竹东菜天然路感觉讲变啊规模汹涌嘅。恁拜大家唔想行咸落落扣扣嘅味素，更加竟然变做几多嘅温馨完美，最后去翕相打卡嘅味素。唔过全台各地连连沙沙路提做文创人气，应用嚟有菜地性，有团人莫汹涌，系沙下来嘅挑战。舞台上放送轻快的音乐，妈妈带动新人呢，等等主持人跟跳舞跳到3万跳。竹东文创艺术村让人下注办实习，上个过多年来。那这一次市集的话，我们其实也有增设了一些桌椅，让人家可以坐着休息的。那我们其实我们会比较像跟一般市集不一样，因为一般市集就是，你逛完了啊，没地方走啊，可以回家了。对，那我希望说，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草地一个这个园区，那我希望就是说可以让人家停留久一点。实习唔係過太胖，是個探索，唔過個環境，然後帶動各位每位建築建享受個落線的時間。我覺得蠻好的，這樣假日的時候就有更多地方可以逛，就是比較可以踏出戶外，就不會待在百貨公司。因為袖珍的攤出現很少，幾乎我去過的市集沒有出現袖珍的東西。整體聯細細嘅卡邦嘅嘢不捐嘅，睇下咪自家作為些東西嘅，一般都主動係嚟幾下嘅，一看到竹東文創藝術村或者實習探索嘅消息，該跳就實去報名。很不容易啊，因為我其實在竹東生活一陣子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說有一個竹東文創藝術村，然後我就趕快把它設為我臉書追蹤中搶先看，對，然後搶先看就可以先知道訊息，差不多快1個月之前才知道這裡有擺攤的那個招募，就趕快加入。賣東用詞活嘅賴學文係竹東菜天人，對竹東有文創藝術村實習，感覺該跳沒有伊嘅期待。我覺得蠻好的啊，就是可以改變竹東這邊那種氛圍，就是不會像以前這樣子，像廢墟這樣，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文創藝術村算是竹東蠻大的改變，但是我覺得可以更好。有看到它在改變啦，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加強。比方說，觀光人潮吧，我覺得觀光這部分還可以再加強啊，然後帶動這邊的產業。因為這邊是一個新興的市集，所以可能要在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才會比較能夠蓬勃，然後人潮也比較多。竹東文創藝術村正式開張還冇半年，還冇萬年底，無論係觀光效益還係人客量，就還唔多。不過單槍係一個蔬菜環境的變化，竹東嘅就知道加改形式。竹東文創藝術村之前係台鐵 QA 宿舍，標題嘅風味改久，連菜天人都會驚，還唔多講行業嘅蔬菜。新竹縣政府204年同台鐵所業。本單 QA 專額就限菜，要加起新的建築。
去年3月咧，委托本微创文化公司经营，後協商嘅熱度歸後期，韓團相片傳到名錄空氣，韓上嘅改多人來也協商打卡。现在很流行網美，就是打卡聖地，大家都會來一起拍照，這樣對，跟朋友一起來，對。我也覺得這邊還不錯，但是因為有點復古的風格，然後它其實每一面牆壁啊都可以拍照，然後只要可以拍照的地方就會有人潮。挑白洞江啊，厲害唔會啊。就跟台中的他們的鐵道附近也有做一些這種規劃，然後我覺得現在竹東有這種地方，我覺得很棒啊，也可以帶動新竹的一些觀光。以前可能我感覺過有啲地方係垃垃圾圾哦，結果而家 QQ 嗬，不過廿八哦，去年開始縣政府重新哦，提漲個貴個哦。古所也係去吼，我相信不管係後生人，也係講銀髮族嘅人吼，嚟到呢一笪地方，我感覺千無窮用。總嘛按樣講咯，也係縣政府有我哋講揾到一個合作的方式哦，像東島按樣嘅進駐，尤其係藝術嘅進駐吼，同樣按島嘅空間吼，本藝術。後生人，還有原住民嘅朋友，還有講在地的小吃的部分吼，全部都同大家講來參與這個空間的活化。在我們還沒有進駐之前，那這邊就是很荒廢，對，那像連當地人就覺得走過來好可怕啊，這樣子。對，那其實現在慢慢店家進駐了，那也許到晚上有些店家它燈火是亮着，那在地人就來就說我們竹東終於有一個就是藝文的地方可以逛，不然他們就覺得說不知道竹東要去哪裡走，都只能跑新竹類。那我覺得這個地方，我覺得也是算是帶動竹東周圍一些藝文團體的那個動作這樣子。對，那像是有一些就是團體，他們也會在這邊辦活動啊。我們其實在網絡上也有人分享說，真感動，竹東大家也開始重視了。唔記係頭一片落來竹東文創藝術村嘅新竹菜鐵後生呢，以用復刻版嘅東西來團建台嘅成分，打造到個有品質，來到廿尾年路上行進熱採用嘅。啲倆30張嘅日來啊，有非常多嘅菜田來倆片，甚至順條街公寓住戶是一家行路行過來，是啲倆片臭。剛才覺得最有意思嘅係，剛才去這有隻福音家就沙來了以後，佢是看人家球場看凍球，就我問佢講，龍英家人家看埋，佢講佢以前啊是帶啲倆球嘅宿舍地盤，佢安來講順條有隻井，又買佢寫些都啲倆搞，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閒置空間再利用啊，除了是走得讓一些更多人可以來到一些過去可能荒廢沒有開發的地方之外，其實最重要還是過去這邊有生活的這個記憶可以再被提出來，讓大家可以看到。希望我打造佢哋菜天然為上愛頓腳填土嘅素材，愛菜天然嘅熱力過度下高斬標，唔見新聞盤任何嘅傳言表現出菜天嘅特色。該度度好，因為我嘅家譜。我媽媽是竹東人，我食鋪誒，佢是大竹東。我食鋪東神奇，佢係隻龍眼架，可是佢東好食鋪嘅東西，非常好食鋪嘅東西，都一般龍眼架冇強容哦。所以從彩條板、封條板、上角個，佢都鋪不完，這些都鋪不完就食。所以我是攞該係啲嘅想法，用到倆川燙地板，所以因為倆川燙是以炸物為主，但是有啲食材係用菜體，非常特別的客家食材。下午落兩片這樣休息一下，喝個下午茶啊，讓我同學啊朋友來聊天，因為剛才時間是溝通嘅自動好啊，上面還有很多就是店面還蠻東西來啦，你好動都甜這樣子弄動好啦，我覺得。然後以前大部分都在北埔那邊啦，現在這邊弄一弄，我覺得就是讓大家更接近竹東。年紀輕輕，表情難記。歡樂年齡，不要情不情，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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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舞台上彈吉他、演唱各位嘢係黃水健，而團兩個先祖各位用手工做東西嘅人，向下睇竹東文創藝術村開店，然後要賣簡單嘅產品，一旦客今日向建設嘅觀念，團店對空間分享出來。讓大家共下利用安尼嘅舞台，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舞台分享出來，共享舞台。你來這邊消費，你可以唱歌 share 歌聲給大家，
我们曾经有2个竹东的小女生在这边，她说可不可以唱歌？就那2个女生一唱3个小时。是我的快乐，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是我的依靠。而且蛮感动的是，后来那2个女生因为是竹东在地的女儿，在台中念大学，她说以后她们2个闺蜜约会总算不用约麦当劳，所以共享舞台，我就觉得好像有办法，有多一点的机会让民众在这边感受生活。通向吧台，韩国喺二等上海本愛巧妙事業嘅新局勢，尤其咧完成夢想嘅機會。那的後商運動都他們想要創業嘛，或是因為你創業需要一筆該錢，那我都是到佢前端嘅事情做好咧，那佢都來到我都做下游咧，我都咧空間做好咧，你只要來到兩位，你把你所學的專長，我們一起來使用那空間呢。就是希望，也是我們自己在圓夢。馬希望竹東的後商業，他想發揮他的理想、他的夢想，來供他來做這個共享空間。那我覺得一起造，不就是要一起打造你的夢想嗎？所以我們3位職人剛才怎麼聽，裡面完全沒有餐飲界的人，不如讓專業的來。所以我們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就是你來，讓你當1天的店長，你把你的料理帶來這個吧台。然後呢，我們讓你就是充分發揮，讓你把料理做好。那當天其實重點不是你的營收，而是你有那個感覺，怎麼樣跟你拿你的料理跟大家溝通。那或許在你創業之前有多一點準備。竹東文創藝術村用客家文創做基礎，整體嘅成長發展。在啲鄉親每個歡喜看到浪里浪來嘅素材，變做佢哋語文空間。我家下嗰件事都想做嘅成立文創園區，有人少又會從亂塔樣嘅模，兩下班同樣嘅東西貼高度，那就有文創園區。其實我們也是有考慮過，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地方在做就是文創這一部分。那我們其實，我覺得這個跟進駐店家其實也是有關係的。對，那我們其實我們不會太去強求店家說你們一定要怎麼樣，那我們反而是希望讓店家自由的發展。反而我覺得是造成一個園區，它反而有很多特色。對，它不是就是有些人就反正這樣看過去都是什麼差不多的東西。我覺得是這邊就是每一家店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對，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邊吸引人的部分。我認為講是因為因為文創唔辣，所以這種形式的存在是講，韓版你空間留年，你都建築留年，你是有機會，韓版你真正有想法的時間，你是做得來改變，你也真正嘛開始拆開，是韓版嘛開始冇咧，係是講，講文創會不會太泛濫？其實我認為是，就是要讓它更文創，我們才會有很多的價值到現在做得韓版有機會來改變。所謂的村落聚落這件事情。各個地方應該是不嫌多，因為每個地方有它自己的樣子。當然，我覺得重點不是在多啦，就是重點在於這個聚落裡面經營的人是不是有趣的人。所以關鍵是，如果這個聚落確實有很多有趣的人在這裡面，我覺得這個聚落是很有機會的。Andrew 也不希望說，是從大家嚟講，就是老街夜市化，到最後可能文創園區也會同質化，大家都走得共融。所以 Andrew 嚟講，還是要從在地出發。到底竹東這個地方有什麼貼片、冇可能的地方？絕對落松煙，或者是跟台東的文創園區一挺又跟冇可能的地方，就是 Andrew 這進駐的廠商要去把這樣一個特色的地方找出來。竹東係提前作業旅遊路線項嘅交通中心，無論愛去內灣，也係去北埔，都聽說會經過竹東。就地理位置來講，愛發展觀光條件唔愛立。就人口提升來講，按到鄉親條往往嘅愛傳統合作，俾咗嘅有創新嘅場所，好俾後生人來發揮。咩希望有嘅圈圈嘅好行料嘅素材，也係竹東文創藝術村剛提設批已經有嘅。
就看安樣嘅獨特嘅團圓體內容變落來，韓國展現出彩體團圓無相同嘅體現，等佢天天嘅當見開展，現身作動也能有嘅文化樣貌。